哟呼！酷哥警察也拜自己当山忙哦，翻山过岭来到为花莲嘅安乡。哇，真嘅来到台湾嘅後山啊，視野變到當飯呢！一個由花蓮海還個木瓜海衝擊出來嘅平洋，但係喺港體嘅面積咧就3000萬公頃，每年利用優良嘅天然環境，本地岸嘅農產品當豐富，品質還加好哦。尤其係所有嘅青菜產銷班啊，都通過嘅醫研部嘅認證，運銷量還係佔全國嘅第3名。阿賢，也拜酷客巡查，沒有空大力嘅宣傳了。吉安鄉嘅鄉親大家好，客家電視台酷客上菜，我來呀做好料搶大家食咯。南華沙基發通中心，我來幫我搶哈。哦，再見，來喲來喲，客家電視台酷客上菜，我來呀吉安鄉南華沙基發通中心，大家娘安坐，阿婆安坐，大家坐，我來呀做好料搶大家食咯。大家掌來幫我搶哈！大家好，大家坐，客家電視台酷客上菜，我來呀做好料搶大家食，掌來幫我搶。打造吉安鄉嘅鹽梨傳統市場地位啊，就真係當有年輕呢！大家相信哦，都有東方人特有嘅熱情，相信今晡日天初都嚟尋到喜悦嘅線索個。阿賢，行去拜碼頭真係真見嘅呐！係啊，頭家，吉啲位啊吼，吉安啊，有乜嘅最好食咧？龍鬚菜啊，龍鬚菜啊，烏味啊，起來山下嘅烏味啊，起來山嘅烏味哦。龍鬚菜客家話講叫使用掛線。油菜啦，哈。哦，油菜花。烏味嘛有啦，哈。烏味嘛有。嗰條街我做得冇人下冇，將料位啊有乜嘅好食咧，做得煮菜嘅，做客家料理嘅，然後介紹一下好冇？咱講，大項都真好食，大項都當好食咯，嗬。眼水果真好食，眼水果真好食咯。眼巴哦，按醬按好食。係咩？巴黎按醬按太按好食。你看，眼蘋果按醬按好食，哦。有醬冇？係香有醬。葡萄有醬冇？哦，按好食。係喲，嘅料位啊有嘅烏味係冇，係咧有嘅龍鬚菜。有好食冇？咁咩哦？係喲，按到，拿到按到。30搶一聲哦，我得到嘅啦。有乜好意思？唔怕唔怕。記得買起來好啦。我順路按3萬哦。係啊。哇哦，樣嘅鄉親真係係熱情哦！阿姐，我唔記得係有任務呢，既然有線索嘅，你就夾來去開張了。按貼片，大家老同我講呀，酷客上菜分享嚟出來，跟我們要大數分享大家點哦？今晡日啦吼，你啊就係個台灣嘅後山，就係花蓮嘅吉安鄉。一片人嘛嘅，客家人青島，係咪？係啊，嘅今晡日啊，吼我哋講，花蓮一片啊有3寶，先唔可以講。等下，分享今晡日我煮菜師傅阿龍師傅，歡迎佢點哦！同學好，各位鄉親大家好。林建榮師傅為各種嘅料理，有料理魔法師嘅稱號，所以食材都加數好，就做咗變化出一行一行本身嚟為奇妙嘅好菜喲。好久沒有看到你了。沒錯沒錯。唔過今晡日啦吼，嘅來到人家吉安鄉啊吼，唔啲人吉安鄉。除了風景很美之外，哈，鯉魚潭。哦，鯉魚潭嘅唔是講嘅，係啦，嘅唔是講嘅啦，嘅還有嘅也有3寶，你係嘛？有3寶。有3寶，沒人參貂皮烏拉草哦。不是，我知道這邊韭菜很有名，對不對？哦，係啦。韭菜哦。還有呢？還有。還有嘛嘅？老幾個？哦，
龙须菜，嘿，龙须菜，人讲啊，吼，个龙须菜就是西洋挂心，系咪？哦，个还有吗？黑呐，芋头。哎，那一般我们的印象都是大甲的芋头很有名哎。个就唔对了，吼。人家有诶，青后色东香，你看相亲讲成这样。是啊。对呀。这个季节刚好也是芋头最好的季节。嘿啦，你还就最后色的时间。哦，第一名哦。比赛第一名哦，比赛第一名的哦，第一名的吧？你看看，对，今天这个食材我好好上看啊哦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以龙须菜，嘿，还有芋头，嘿，西洋挂心还有乌的，我来做菜哦。好，给你上好嘛啊？这个哦，好好上啦哈。那食材你要去好好找一找。哎，是，报告是，哎，跟下来请食材。好，哦，就按你讲了。OK。哦，太家要监督他哈，跟下来请。好，再会。香港啊，龙须菜伫健康嘅年产量係全國第一呢。大家識到嘅龍須菜哦，差唔多都可以來自一片嘅喲。故所就係講健康嘅龍須菜嘅故鄉。唔過啊，特別識到嘅龍須菜嗬，都係啲翻做蛋糕。到底佢上到菜園嘅時間係樣嘅呢？咦，你看一片滿奶都係香油油嘅甜係個菜園。哎，阿賢，頭前有位太子，夾落去滿見啊！哎，太子，干嘛厲害哦！原來會有個西洋掛心。哦，你也做迄西洋掛心嗎？啊？呀，就係西洋掛心哦。係啊，你也全部都係西洋掛心。哦，全部就係我撈到啲番薯葉，唔係番薯葉噃。唔係，你係西洋掛心。叫我裝哪位呢？我昨日迄把你嫩嫩的你新梅都做嘅啊，你做迄啊？也就係哦，叫娘按燒呢，就冇。裝雜鐵天天啊。哦，係裝雜鐵咯。我話雜好咧啊，對啦咪啊。幾片哦？嘿。哦。等你來個看。哦，你做迄。哦，你全部就現炸嘅。係啊，你做成炸嘅啊。哦，很強很醬哦。係啊，你做成炸真會醬啊，真會醬嫩啊。佢睇住肉嗰陣咯，佢一皮肉鹹定咯。因為你冇鹹定吼，佢會使到軟軟。哦，要走定係啊。葱芽菜啊吼，佢安尼鹹定，佢就càng熱係哦。唔係啦，你講佢曬到軟體啦，啊，意思從出唔好買咧。誒，佢家私就唔好嘅啦，就係咁樣。哦，佢菜按醬吼，呀，佢唔啲吼，佢每年我呀節目啊，顧客送菜，就係哦，你看我炒一按醬嘅西洋掛菜，西洋掛心，我仲要食，一早就幫我帶走。哦，做唔得咯，我一炒我去加去炸。娘呀，就炸好嘅咩？幫人拿一我話中意就去炸啦。阿姐，你要按好窮嘅事情，唔可以啲哦。所有嘅農產品啊，都係港中人辛辛苦苦種出來嘅呢。健康為到一本龍須菜哦，變做花蓮嘅特產嘅農作物，還加成立咧龍須菜嘅產銷班，成為班做嘅文藝美太子啊，還可以積極推廣有機耕作嘅方式，還加去全鄉 TV 賣有機龍須菜嘅農機喎。難怪太子我係唔似家去摘啦。哦，來兩位啊，中意兩位炸。兩位哦。係。哦。兩位冇看醬。很多哦。係啊，就兩芒有炸咩？哦，一芒炸嘅。係。嗰啲下廠人哋看到就做得炸嘅。就看了咩？你新梅你嫩你就做得炸咧。就按樣熬落去。一杯就唔是誒。一杯是唔得啦，你像你按落啊。哦，一就太老誒。誒，像你按樣按嚟炸。哦，按嚟炸。係。一廠你按嚟炸。係。按嚟做得冇？做得。我睇到冇？唔會。唔會啊。你都要新嫩啊，你按嚟熬落去。哦，嗰廠人哋一菜啊，嗬，一樣係照顧呢。你啊就愛冰皮尾絲啦。哦，冰皮。係。啊，行到水冇哩。愛。哎呀。係啊。係啊，我啲哦，兩尾嘅水啊，凍槍哩。凍槍哩啦。嗬。係。你山當落嘅水。廠人哋都炸就一百就油嘅嗬。都油咧。好炒咧。係。一家炸較有意思啦。係啊，較好食，較有意思嗬。係，佢煮起來就凍香哦。凍甜哦。凍甜哦。
哎呦，哦，佮像安尼啊吼，嘿佮也使用歌词嘛吼，迄嘛佮歌喏。很多形容歌，啊？形容歌，形容歌。系啊，佮用国语讲哦，迄嘛佮歌。保守歌，佛手歌。系啊，哦，我是冇看过安尼东西咧。系啊，掠下嘟嘟，记得个大字诶，哦，对，呀，它就是大字嘿诶啊。大字，不过掠去掠下深较难深。呀，较难唱。系啊，哦，安尼啊，呀，较长滴哦，呀，很多实用歌词。嘿，加个歌就系形容歌。错，哦，看做日节目很好，好多很多东西。佢係當然的啊，上飯做嘅嗬，當然唔但請佢一盤菜很簡單，下講做乜嘅愛食佢哦。用時菜嘅一年四季都食得到嘅青菜，甚至纖維嘅含量當豐富，唔但請做得降低膽固醇，還做得促進胃腸嘅運通、迅速消化。另外，用時菜嘅鐵質嘅含量啊，未增加當多哦。故所實在人，用時菜就可以補充鐵質，清好嘅來源啦。喲，太子，哎，你啊，乜嘅事情？我找本看，哦，你也做迄形容歌啊？你啊做形容歌，系啊，我尋到伊系啊，你冇做有案例咯。哎呦，像安尼歌啊吼，嘿，做的什麼？做得啦。也沒用炒的嘿，你做涼拌啊，做用炒的啊，也做得炒姜啊？冇，哎，你都人會炒。會炒。哎，你客家運動要做菜包係冇？哎係啊，你要做菜包，菜包就用安尼哦。你用了做下哪好食？真見得解。真見。因為看到我冇人嚟講啊，我老到也不嚟。唔係啦，你做形容過。看到一槍吼。係啊，當槍啊。哦，按醬咧。係啊。也係嫩呢，也嫩呢哦。係啊，炒迄個清甜，清甜真好食咯。用酸甜。嗰潛看看，係，嗰個潛看啊，係，日本也穿到咧。哦。其實涼時菜就可以附屬掛嘅嫩葉，喺肉嘅面向深到20公分嘅地方，除咗帶有嫩葉以外，還有堅堅嘅光，因為上到像涼嘅腐蝕嘅，故所就會按做涼時菜。唔過一般客家人啊，係嚟嫌佢使用掛心，故所喺擺到市場就點樣嘅講嘅呵，而唔太順利，日日就去尋阿涼時了。使用掛心來了。哦，漂亮漂亮係啊，漂早上嘅日頭很辣咯。你看現炸的哦，現採的。對，你看這個龍鬚菜哈。對。好嫩哦，真嘅炒起來當好生呢。對啊，你看，其實一般我們從它的那個一剝纖維就知道說它的。就知道脆不脆，對不對？嫩不嫩？對。嘅脆，我都老用請到咧。嘅阿亮師傅，我做嘛該不太敢生哦。我們今天哦，既然我們這用一個比較特別的，因為龍鬚菜在當地已經是連水餃都出來了，我們今天用這個米紙哦。係啊，我冇老用講，用不地有水餃呀東西。水餃對啊，我來到這邊對啊。我有先去探聽過嘅嘿哦，阿亮師傅，你哈講到呀吼，使用掛心吼，你講到嘅水餃咩？對。嘅呀哈，嘅家政班咧，按上嘅家政班就準備好了搶食咧。哦，是嗎？對，嘅分享太子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太子。龍師傅好。來，哇。現包的。嘿。現包的哦。現包哦。現包哦。你下吼，大家就農會就主動到推廣了水餃。嘅有使用菜心含有做嘛東西？有個涼拌啦。哦，涼拌。平常他用涼拌，你這個餐會你用涼拌。燙過。是講要按度粒聽，你按度啥人有冇拉伸？對我來講有冇小事情？哦，小事情。小事當然就包較多，不你現場包。現場包。莫打手，
你看种安尼色就动酱哦，又强强又啪啪，又咸又辣，嘿呀，咸香哦，留好咱的嘿好啦，等下就来啦。是讲要按度粒听听，你按多少你有没有拉伸哦？对来讲有没有小事情？哦，小事情。小事当然就包卡都不你现场包，现场包。哎，哦，要先包哦，谢谢小美女。烫这个水饺大概过程是不是都要加水？加3遍。加3遍。那冷冻呢？如果是冷冻呢？冷冻出来，其实现在拿去冷冻，你就是把凉水放下去煮。哦，冷水放。冷水放下去，不过你要冻它哦，不然会粘在。它会粘在一块啊。冷水下去煮也是很漂亮。哦。对。对啊。哎呦哈。好，来，我们要水饺要哦，要上菜了。起锅喽。对。上菜了。来了，顾客上菜，水饺煮好了，哦，煮好了，来，大家来吃，来，哦，咸香，来，多谢你的唔怕，来，抢哦，一下少哦，哎，当好食咯，哎，唔怕。也一粒粒的包到嫩嫩嘅凉洗菜水饺，看起来实在很像意思咯。哎，用钱人看是都很欢喜，唔是讲有个美食要听说去当好食啦。啊，凉时撒下来就看表现了。然后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米纸，我们用一个比较养生的哦，就是用那个川味的一个麻酱，我们用田园蔬菜卷，用龙须菜。哦，我做呀使用挂心。蔬菜卷。阿良时设计嘅菜单真件当搭心呢，抢出嘅部分再准备使用挂心、金针菇，另外酱料部分就麻酱、辣油、蒜头、退油膏一条，一切准备好嘅，就开始按基本嘅提香料理了。接下来换我们。对。然后做嘛该？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就利用大姐这个煮水饺的水就可以了。哦。然后我们适当的加点糖下去。是，也就会阿良师傅的个秘密武器哦。我烫个酱菜啊吼，个滚水底尾度不用一系列烫，个烫起来个酱菜哦，不强，很翠绿，颜色很漂亮。那这边我们还要再准备。那等下烫起来我们要冰水。哦，要让它冰镇嘿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冰镇。来，我们这边，这个是已经处理过的。哦，烫很多哦，要烫这么多哦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材料就是它，那我们把这个也把它烫掉好了。全部都烫掉吗？烫掉了，对。你看这个龙须菜很漂亮哈。对。烫一烫那个。烫一烫它那整个颜色哈。对。强哎，东江哦。来，我们准备那个了。可以冰镇了。对。你看哦，我其实烫的时候尽量就是维持它。同一个方向，因为等下我们卷的时候有没有？哦，就每老头啊，尽量让它头尾是一样的，对，同一个方向。对。我们这边还有金针菇。哦，金针菇没有烫过。一样烫过。一样烫。对。是不是也很想讲客家话？言语之间有。开始，但是。开始。会。唔怕，讲法就会讲错又唔怕。会被乡亲们笑。不行，唔会啦，就笑一笑而已。我也会讲错话，那大概都讲唔错哦。要没有饼糕，这也要冰镇。要，因为我们今天这道菜哦，它是属于冷菜。哦，好，跟下来拿饼糕。可以从这边拿一点过来吗？就直接从那个。酱要怕唔辣哦，我多一些过来好。来，你看我们的菜也冷却的差不多了。对，我们这个金针菇也是。那我这个后面哦，我准备了一个哦，这应该没见过。脱水机。对。没谁上没脱水机。对。菜脱水机。对，那我们一次量不要太多，我们就因为我们要保持它的一个
放的一个顺序哦。哎，阿亮师傅，哎这样使用寡心吗？不是切糕哎，就不用这样长长的哦。长长的，因为我们包完之后我们再切。哦。你现在太早切反而会。见都重重啊，那张都得切啦。对，你切断了，反而在那个。哎呦。你看。阿姨，你们没有看过，没看过嘿哦。这一般都做生菜沙拉，对啊，做生菜做沙拉的时节都好用哦。对，没错。用个果类吹啦吼，切啦，不用一批老给安尼搞搞啊，一下个水哦，它都冻枪哦。对，你看哦，它把它那个水分，蔬菜水一下。对。就超好哎。那这个我们就交给琼秀，我这边先把菜没问题装起来。好。那我希望琼轩这边青菜拿出来的时候，顺便就是帮我摆好方向。哦，冇好，安尼个啲咧。对。使用外心，留金针菇脱水过后，古位哦就要来準備醬料了。醬料哦其實當簡單啦，買醬流水嘅比例哦係1:1，古位落地位退油膏，一些嘅蒜絲，一些嘅糖。辣油哦就看搭上人好食幾辣咧，來自家斟做個。切米哈就落蒜頭麥，各位攪勻就變做根本嘅搶菜揀嘅買醬料。哦，阿亮師傅，對，一下開始要用到呀，點哪面米子？對，哦，這個米子溫鍋。對，我們要稍微沾水，因為它現在是脆的，它很容易，你看很容易破。哦。一般我們就是會沾一下水。兩面都要。對，兩面稍微沾一下。兩面都要溫哦。對，你不用浸泡啊，你就是沾濕就好了，沾濕就可以了。這邊來，我們請瓊學來幫我們包一個。我咩做得咯？嗯。哦，這種啊呢？對，然後你就撈給捲啦。這個就要扎實了哦。哦，就往裡面壓。對，往裡面壓，因為你必須讓它完全扎實的話，等它切的時候它不會散掉。哦。再慢慢捲。那它本身是米紙嘛，所以它有粘性。是。所以一般我們捲起來，它就已經粘住了。哦。我這邊我先來切，比如說我們一開4好了，甚至可以開到6也可以。開6。對，開。哇，這樣綠綠的好漂亮。對。安尼強強哦，很香哦。先來試看啊。讓香精稍微試一下那個味道啊。哦。冇打手，你看這樣嚟食就凍醬哦，又強強又啪啪，又鹹又辣，係呀。很香哦，留後咱的嘿好啦，等下就來啦。雖然我們有點亂，我們先開始把這個凍香誒，我知道吼，個梁師傅啊吼，哎呀，阿梁師傅用藥醬啊吼，係有佢個想法咧，醬也使用掛心嘛吼，安尼切吼，個適度安尼要烤。留家個醬啊，吼，底部嗰個蒜頭啦，還有個泡麻醬啊，全部就融合在一起，個口感當好哦。等下人食到你就得，不一口接一口，好家仔我有一碗。哎呦，淋好誒！好了。喲，好了，個 enjoy 來了。顧客上菜，答數哦。來。好哦，大家做得上來食咯。來，我來幫忙。來，阿婆來呀！係呀，唔是客氣哦，客氣就慢了冇好食了。係喲，來，唔是㗎。我黏住。哦，係，會黏到。食個呐。來，我來幫忙。好。來，我來幫忙，沒關係。要調個醬吼，嗰個龍須菜也就切，要醬上蘸。醬蘸吼。加分很多。加分很多哦。對。哦，跟有好多嘛。有好起來啦，當簡單啦吼，好食吼。還要哦。嘿。
给煮的好食，含油嘛该，含来，我再用板是。哦，有一点点呀辣辣啦，吼香香，哦，给使用挂是要切切，哦，当滑顺吼，当好给酱，来，还有，唔怕啦，来。一項家常菜整件當簡單呵，最先撈使用掛心，還有金針菇湯膏，用冰水煎蛋，撈水分來拖鐵，佢會用烹羊嘅越南米紙捲起來。注意哦，要爆到較扎條嘅，切的時間就唔會散鐵咯。前面張林準備好嘅麻醬，一項精緻嘅菜呀就做得上手了。阿姐，日日去潛海項食菜啦。泰哥，拜拜哈。什么事？哦，可以请问一下哈，这是芋头田嘛哈？对。那你给俺想要请俩给俺想哈，最会种芋头的慢影迪嘛？坦白讲，应该是我啦。但是呢，应该说是我师傅啦。你师傅？你师傅是谁啊？我刚刚也是在这里啊。他刚刚有看到他在这边呢。对，就是那个。哦，那个他是什么名字？要怎么称呼他？哦，那么有名的阿用北都不知道。哦，阿用北哦。哦，阿丁，谢谢你告诉我。好，谢谢。大哥姓。我姓林。哦，林大哥。对。哦，阿密斯。班长。班长。好，给俺一起嘛哈，谢谢。好，慢走啊。阿用爸。阿用爸，好。你好。我客家天师台顾客送菜阿仙。阿仙啊。我来请舞位啦。也都迄舞位啊。你也迄舞位。也都迄舞位。人嘅舞位唔係就太頭嘅，要用按細頭，要用身哦。等下，唔好講。有人底下係馬雞嘛？香菇哦。不是。你唔係蓮藕啊？不是。係呢，要買個西高嘅買個東西。這個哦，一般這個是叫黑蒜頭。對。五味蒜頭哦。對，你看它就是可以，沒問題。來，你看哦，它這個是發酵過的。哦。對，那現在最大產地就在雲林那邊。也都迄舞位。人嘅舞位唔係就太頭嘅，要用按細頭，要用身哦。也都係可以移走，移另外地方種。哦，要行到反出來，反過而移配不一樣嘅哦。移到另外的地方再種。明年的今天還是有一朵吃。當然都會有個時節啦，就係吉安舞會去重新點樣嘅時節。喺吉安鄉南華村有當典型嘅台灣嘅農村嘅風貌。還有80公頃嘅田係種烏嘅哦，韓國係以檳榔新烏嘅品種為主。雖然以台灣500公頃嘅烏嘅栽種面積來講，較少一些咧，不過因為佢嘅口感當好，又嫩又香又酥又鬆，故所一條烏嘅啊，都為市場行啊，真係係當搶手呢。好，阿爸帶我去哦。哦。我看太了嘅烏嘅哦。棒啊！我要綁哦，用綁啊！哦，我看到咧，你就黑嘿，你都黑啊，你就黑哦，黑啊，你就綁得咧，綁得咧，哦，你調咗的，你哦，哇，你看啊，這個，買拿，好，你搞本，還有那啲，哇，你做的，你慢做的，哦，很強哦。哦，唔好難綁咧，嗬。你冇見咧？你有冇見？哦，點啊咧？一熟條就做得咧咩？係你8分之一啦。這個。哦，你係咩行睇條？哦，哇！
好漂亮哦，烤烤啊比，在哪里进里啊？等下张来进哩。系啊，我给拿送去进哩。俺拿啦，你拿。怕俺拿。很重呢。唔会拿。还要拔一条。嗰一条嘿。系啊。好。哦。也都冻浆了吼。冇浆呢，条条有空。哦，有空嘿哦，有空就唔浆。唔浆。很浆哦。哎，阿勇爸，像安尼，哎，那片的舞的啊吼，你用要讲就最好生哦。个种老个太假假鲜啊，个品种的关。假鲜是它出名啊，这个我们的还是槟榔心窝。哦，嘿啊，就嘿槟榔舞诶。我们这个水质啦，什么东西啦都干净，有没有污染？环境的问题啦。对。好，我给你来看看，也舞的看样会绑。哦，也很绑得了。绑得。哦，好，给我来绑。哇。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哈！阿勇爸讲这个漂亮，好，原来整理理啊！我带走一把阿龙石煮出来了。阿勇爸喊讲啊，虽然鸦片嘅舞诶无其他地区嘅舞诶爱有名，不过口味啊，却都可以挂保证的当赞哦。尤其叫人乡嘅气候高温多雨又冻湿，拄好啊，系舞诶亲好嘅生长嘅环境。再加上起来山流下来嘅山泉水啊，有冻呛力，漳州的种水口味按贴配又香甜嘅吉安舞诶。阿姐，一定会要时刻奖励的位哦，张卡好看相。哦，来，讲啊，香药用食。就先熟啊，先熟的啊。那个。跟梅。哎，这尾巴的，跟梅梅品质，看看品质啊。品质漂亮，再弄过这个，这样一个睇，金色的去，烤睇，烤的去，对。啊，给我用色呢，就金毛一色，金毛色就好了 ，OK 啦。金毛一都色了呀？对啊，这样啊。哦，这水也太冰了吧，很凉很冰哦。那么漂亮。那么漂亮吧？哦。暗浆哦。暗浆哦。阿勇爸，将俺一市场啊哈，然后买乌诶，叫我用来烤，我用来汤咯。有汤的。没香样啊。香样会拍来，拍对。啊，你拍些些的哦。不要红红的那个煮不熟。哦嘿哦。淡地。红诶就煮么熟哦。好多嘛个生水。哈。客家客人讲的生水。生水。阿勇爸喊讲啊，一条舞诶连金宝糯米当好食。因为底部还有当道嘅营养，除了有丰富嘅淀粉、卵泡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老矿物质，故说啊，让肉质又油又松软，还有特殊嘅香味，做得做主食，还做得做点心老菜肴。讲嘅按道嘅好处啊，我最近当上身呢。哎，阿姐，这个老处理好嘅舞拿上去，本阿良师来料理呀。回来了，哎呀，你看，漂亮，叶舞诶有浆嘛，就差个叶子没有回来。哎呀，你看，像叶好有小高诶，然后有面看啊，你摸摸看，哎，叫做当面安尼松，你拿来劈看啊，又劈得到个舞诶香气，芋头的香气很重，对，很重，对不对？叶片的舞诶都清好诶，好啊，今日舞诶深度诶。今日菜单想好嘛？想好了。今嘛该了，老太太介绍一下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们今天的菜是香芋，就用芋头嘛，哦。香芋养生土鸡汤。舞的养生土鸡汤。然后舞的养生土鸡汤，当然要按你主角叫人舞的，还个有雞屁股、蒜頭、土雞，然後米酒，還個增加風味嘅枸杞。哎，還有嘅幾攤嘅烏索索嘅食材呀，做唔係阿良師特別準備嘅秘密武器呵。有人底下係嘛嘅嘛？香菇哦。不是。你唔咩莲藕啊？不是。還呢一嘛個曬糕嘅嘛東西。這個哦，一般
这个是叫黑蒜头。对。五味蒜头哦。对对对，你看它就是，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来，你看哦，它这个是发酵过的。哦。对，那现在高哎。最大产地就在云林那边。来，来，好。好哦，这种开始要先来通牙鸡肉。对，我这边好，我开始处理。我这边先请那个就琼先生帮我把黑蒜的部分挑出来。挑出来。你一般人他其实可以这样直接剥也可以。对，直接剥。安尼啦，安尼夹出来没做得啦。那如果不想沾手的话，就用筷子去夹。要不然一般对，把那个沫剥掉。好了，用剥的很香。这皮就很香哎。对啊。这皮本身就懂香的嘞。全部都剥开吗？全部剥开。好。那按好的东西要来不香，其实。对，我们这边先把那个鸡肉。我把这个多余的那个油的部分先去掉。雞肉倒好過後，就留前邊嘅主角五味小皮，過用夾刀嘅方式切到一塊塊嘅。撒下來，雞肉骨咧，咪要用滾刀嘅方式來切，主要就會增加食起來嘅口感啦。所有嘅東西都準備好嘅呵。阿良師啊，撒下來就即刻下一步驟了。雞肉我們先汆燙。兩個雞肉落去啊，有不用麻乾嗎？有放什麼了嗎？沒有。都沒有，就只是汆燙而已。汆燙，對。那像這樣汆燙大概要多久？可以了。我們是主要把它血水燙掉。我們現在可以把它撈過來了。我們用這個是冰水，你洗把雞它可以洗的，但是就是不要去沖它，因為你把它雞肉的那個甜分都沖掉了。有的甚至於生的就可以煮了嘛，但是煮它湯就會比較渾濁。对，这个黑蒜我们先下。什么？你要蒜了？对，可以了。那就蛮发吼啊！这个黑蒜你可以先下因为它很耐煮。我还没全部剥开呢，蛮厚呢。没关系。你怕？可以。那龙师傅，这样呢就放做老太太比煮哈。对，我们等下可能要换个锅子，因为这边比较小。要特色不？今天我们准备很丰富的，要让乡亲来做品尝。哇！我还是换在锅子里煮好了。我们最后还会放一点枸杞啊。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一般枸杞不会太早放，也用一点米酒，给它泡着，就有点像药引的这种功能啊。那我先放起来。我先来准备用来炸芋头。其实芋头蛮耐炸的，它也不太会容易很黑，因为它不像地瓜那个含糖的那个成分那么高。我们一次就把它炸到全熟，全熟。我们一般炸芋头，基本上都是用筷子在刺嘛安用吃。吃进去觉得说它已经松松的，那表示已经炸透了。熟哎。所以这个还差一点。就2行嘛。这个还差一点。啦。再差一点。阿亮师傅。我帮你做按豆丝哈，给俺做的是鸭不味嘛？可以。有穿到嘞？可以。俺做的用素嘛？可以啊。有人喜欢沾糖吃，有人喜欢沾盐。沾一点胡椒盐很好吃，沾一点糖也很好吃。就很香哦。你都冇講睇假嘅面，跟全部都係呢。燙到了。很 logo。太子，台灣前標嘛嘅韭菜。韭菜，一整韭菜然後起司片，那個蟹腳。然後我們再把沙拉淋上去。輕輕的而已輕輕的而已。然後，你看它等於是芋頭一層，韭菜，再放上去，起司片，哇，這個光材料那麼豐富，對啊，光那個邊邊我看就很多人搶着吃了。好吃。佢就係捱食，就係捱工作，佢捱來食。
这可能。就很香哦。你看，你都冇讲睇架嘅面跟全部就安尼。哦，烫到了。嗯，很 logo。很松很绵很好吃。我们先把火关掉哦，我们这边可以下杏鲍菇了。哦，安尼又没讲给油温太高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菇也蛮耐炸的，就炸一下就可以，过一下油。过一下油。对，过一下油。因为杏鲍菇其实没有什么特殊味道了，有时候炸一炸只是要它的一个香气。古时候也喊到等一下咯，就二比薄没，就是还要煮一下嘛。对，要煮要煮。跟爱做的像人嘅乡亲啊，哎，佢上个用卤味做甜点来本身。哦，还有甜点啊，哎呀，还有那个哎呀，好食咧嘅卤味哦，配这种做法。然后阿亮是试看呐哈。好，那我们欢迎大姐。私房料理。私房料理，你看这个就准备好的哦。哦，你要做呀嘛该呀？那个寿司卷，寿司芋头卷。哦，寿司卤味卷。好，来，你呀开始来卷哦。你来卷看呐。来，我们这边在大姐这边做的过程，我们接下来这个鸡汤哦。嘿。来，我们开始要把杏鲍菇放进去了。哦，好。对，杏鲍菇其实蛮耐煮的，因为大姐这边在做，我们这边也做第二个步骤。嘿，同步进行。对。哦，太子，台湾前标嘛个韭菜，菜。韭菜，1钱韭菜啊，然后起司片，然后那个蟹脚。哦。然后我们再把沙拉淋上去。嘿。轻轻的而已哦。轻轻的而已。嗯。然后。你看它等于是芋头一层。韭菜，再放上去，起司片，哇，这个光材料那么丰富，真的。对呀。我们那个稍微边边把它切掉哦。光那个边边，我看就很多人抢着吃了。哦，好吃哦，佢就係捱食，就係捱工作，佢捱來食，佢捱兩下就來食看啦。你看，呢全部就卤味喲。里边都按豆东西，按豆料，都原味哦，香，都没有加其他的料。那个芋头也太好吃了吧！对啊。这部位你有没有按后生哦？有那部位清出名嘞，小面哦。来，我们这边继续哦。好。我们这边的还有我们的鸡汤，你看，满满都是料。我们再把这个芋头。哇。看两片的哦。锅子太小，锅子太小了。这时候我们这个蒜头也下了啊。啊，这个就等一下我们最后还有最后一个步骤，我们要对最后大概我们要起锅的大概前10分钟的时候再下那个酒，那个酒就比较会有一点酒味，不会挥发，全部挥发掉。哦，冲两下火就捞给细细的啦，小小的，因为我们现在也要让它芋头整个就是形状是完整的。对。哎，阿亮师傅，冲呀吼，差不多要煮几久的呢？其实我们大概前后大概30分钟啦。那大概我们每10分钟一个步骤，刚开始鸡跟蒜头就一个步骤。是。然后再来就杏鲍菇、芋头一个步骤。最后就是米酒跟枸杞。对，就是大概3个步骤，就差不多10分钟，10分钟。哦，一安尼摆好诶，嘿呀，来冲下来，来，一起来，库克上菜，嘿呀，大叔哦，来，咱老乡亲掉下去，不太敢说好诶。好。哦，唔继续，这鸡汤等下就来了，来试看呐。哎，好食嘞哦！鸡汤不但就需要时间来炖，长出了老水鱼的精华融合在一起，
好的啦，乡亲又带一项料理来问大家上课啦哦。乡不记唔但只做得展现出吉安乡妈妈嘅好手艺，还卡本大家学到一项有味嘅料理哦。按好食嘅有味，本大家还卡期待阿良师家下做出来嘅乡乌养生土鸡汤呢。你看它，它芋头已经开始，你看它本身很松，开始松了。但是旁边嘅结松啊，就看得出来嘅哈。那如果说你切太小块了，可能现在已经不见了。都冇睇咧，对，就全部都是糖地摆度嘅。对，它甜味已经够了，你只是用简单的一个盐巴去提它的味道就可以了。几好哦，好哦。来，我们准备关火了啊。哦，准备要关火对，我咯。们把这个枸杞撒上去就可以了。枸杞落去。哇！来，我准备个容器把它装起来。那这边我们也准备要。哇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就，你可以。可以。哇，顾客上菜，耶！来，我们这边。哇，太假来，用油嘅油碗喏。来，也油碗。油碗的来。也油碗，哦，也做的，来。哎。很好食。哦，唔記得咧，我來問看下鄉親食到樣辦。樣誒，冇法度講法嘅哦，也面是當好啊嗬，係咪當錢？唔過家嘅要安尼要很濃，係要家嘅味味要當了。很香啊吼！你煮迄我一下的啦吼，不过做得好起来，像一下寒甜咩，都做得是安尼，当好哦，又唔係太熱，唔會哦，一食可能有食到肉嘛，肉呢，肉食到肉飯。酷狗村茶一擺來到吉安鄉，要再擺滿足嘅鄉親嘅口味，一來複習一下。雞肉天在先湯鍋，可用冰水煎蛋；胃天在先泡鍋，就唔好因為煮香酒，就煮到面皮咧。接下來就撈蒜頭，雞肉將它先煮15分鐘過後，各位將撈五味韓國雞屁股放落去，等到青米愛起火之前，再放柑皮韓國米酒來增加香味。按好食的湯，大家啲鋪卡就得來吃做看啦。顧客上菜，好食。